今年咱110周年3月5号伫双连安养中心有一个庆典。四牧师伫遐讲，过来就是咱的代志。我相信咱做伙来民望，为着教会未来做一个梦，但是这个梦应该做一个属灵的梦。圣经有提醒咱每一个人，若无异象，必是着放肆、放纵家己。所以，接下咱应该照着上帝的话来去行，搁较侪讨论，可能限着家己的经验，也是讲限制，无多超越时间甲空间。咱无多超越时间空间，咱的有限的想象、智慧，甲上帝来比，是袂当比较。其实大到规个教会目标，细项到伫咱个人属灵生命进步。咱会当对信心来领受，无论是兴建礼拜堂的方法，也是信徒人命，必须爱有同款的看见，对上帝来同心的领受。咱即时来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人民人的主，你是恩人讲话上帝。愿上帝，你信心引带带领，互阮的双连教会伫经历110周年了后，会当同心领受上帝来维护启示。恳求你恩愿出声，互阮领受到你无限的恩典，继续行上天的道路。主愿同心祈祷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仔主题讲到遗忘甲异象，我会讲较侪遗忘。但是遗忘甲异象，毋知大家有注意到圣经其实有50几位有记载异象甲遗忘。对今年1月到3月，咱无读创世纪甲马太福音。对创世纪甲马太福音中间，其实有记载真侪异象甲遗忘。毋知你读了后有？也是讲读了后就袂记啊，因为这甲我生活敢若无啥物关系呢？竟是安尼咧？毋知你有啥物疑问无？我咧想讲，为什么上帝让人出声，要透过异象甲遗忘咧？对这现代基督徒的意义甲应用是啥物？其实讲到异象甲遗忘，圣经有写以外，伫主前150年以前，初代教会领袖就将这梦当作上帝启示啊。比如讲，保利者，伊伫罗马要受台进前，伊就梦到家己殉教的过程。艾勒纽伊讲到，梦是伊甲上帝保持联系的方法。第3世纪，亚历山卓的奥利根加这格里面，两位现代基督徒的思想家嘛强调，梦会当显示上帝旨意。所以其实梦毋是只有一寡人才会当梦到上帝启示，真侪人嘛有即款的经验，尤其初代教会，到现代嘛是有真侪人有上帝来启示的异象甲遗忘。但是为什么上帝要透过遗忘甲异象人讲话？头一项，其实人太过忽略上帝提醒。上帝人讲话，但是人根本就忽略，甚至无想要听。其实上帝要人讲话，但是呢，人无留时间给上帝。你有灵修无？你有祈祷无？留一寡时间甲上帝建立关系无？若无，上帝只有主动用异象遗忘人讲话啊。当时常无因家己代志，忽略甲上帝关系，甚至不管上帝要讲啥。但是上帝当透过遗忘异象，主动来介入咱的生活中间。第2项，人太过倚靠家己的理性甲想法，因为理性咱无想要听人的苦劝，上帝咱出声，咱也不管。
约伯记33章13到18提醒讲，你为什么指责上帝讲伊总是无回答人的申诉呢？上帝一再开嘴，但是无人留心听伊的话。按时啊，人在困的时，上帝在梦中、在异象中讲话啊。其实上帝嘛提醒，会当对梦中、异象中向咱讲话。有当时咱自高自大，但是上帝因为着听咱的缘故，要提醒咱每一个人。第三项，拍破人原底有的概念观念。其实人的观念传统无一定完全拢是对。对上帝来看，对真理来对照，其实咱有真侪无合伫上帝旨意的物件。但是因为咱的环境，因为咱出世的背景，可能咱有家己的看法未当改变。我比如来讲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中间，彼得伊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是无甲外邦人来往的呢。犹太人是袂当食迄无清气的物啊，但是上帝透过这异象，一块布内底包这误会拉散的犹太人看做无清气的物啊，叫彼得你爱食落。上帝看做清气的，你袂当看做误会拉散的。三遍，其实对彼得来讲，伊是正港的犹太人；对伊来讲，这外邦人应该是未得到拯救。但是对彼得，伊三摆上帝透过这异象解提醒，所以彼得会当了解，这外邦人会当受到上帝引带带领，得到拯救，甚至信心充满，跟因每一个人拢同款。人有一寡概念真好改变。以前咱的教会有时讲到平信徒，其实平信徒圣经也无写这三字啊。但是讲平信徒，敢若信徒就是教会敬拜上帝就好啊。那教会代志就忠直啊，无出去做就好。有人讲平信徒就敢若平白啊，倒伫遐毋免做代志。这是有人的概念，咱的教会真好啊，将这平信徒这三字摕掉，信徒就是信徒，门徒无平信徒这三字。古早有人在讲嘛，即摆拢无啊。伫咱教会这是好的，但是咱生命中间有真侪有当奇怪的传统啊。咱是讲外教派有无？你有听人安尼讲过无？毋是长老会拢是外教派，其实对教会观来讲，对上帝来看，拢是教会啊。拢是主内底兄弟姊妹啊，但是咱有一个观念真恶改变啊，敢毋是咧？但是上帝透过异象异梦改变咱原底有的观念甲想法。第四项，会当做伙来用一群人讲话。耶稣的时代，古早旧约的时代，敢有手机啊，有 FB 无？有 IG 无？有电话无？有简讯无？拢无啊！上帝要用一群人讲话，要安怎样讲？透过异象甲异梦，同一个时间用每一个人来讲话。这真奇妙，敢毋是咧？这比咱的4G、5G 更较紧。上帝可能是100G 的，而且非常准。上帝用人讲话，用一群人讲话，就透过异象甲异梦，马上会当帮助人，会当了解。第二项，异象甲异梦会当带来什么款的帮助呢？有人讲牧师咧讲这异象甲异梦，甲咱我性命有啥物关系无？甲教会有啥物关系无？我讲一个例，有前教会牧师甲牧师娘，因为着宣告原因。要火车头附近租一个所在，因要租一个所在，用这厝头家吼，伊是一个医生设厝。要去看厝的时，牧师娘就梦到一个梦。这个梦的中间吼，牧师娘梦到一个梦，讲伊甲牧师入去这房间内底，有一个人踩伫迄所在，挡伫遐，莫互因经过。伊就祈祷，就刷去边仔，走去楼顶。
走去楼顶时，到厝尾顶，就看到一群人伫遐洗衣裤啊。看即群人，敢若毋是人诶，活死人伫遐跳着伫行。伊讲：奇怪，这是啥物状况？但是无事人无惊，伊讲：这是敢若一个属灵诶征战。煞尾时过工早起，去看迄间厝，一楼是啥？入去就有一个偶像踩伫迄所在，拄啊内底拍开，真侪死人诶相片。走去楼顶看，楼顶有啥物件？楼顶有一个甕仔，甕仔内底放人诶指甲、头毛，一寡毛啊，用咧塑胶袋啊包好好哦。佮注明这是身体倒一个部分，你想看卖，这是啥物所在啊？原来这所在一楼是卖偶像的所在，3楼厝尾顶是因念经作法的所在啊。所以才有这物件留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因就伫遐性别礼拜祈祷，拄去一切误会拉散。有一个囡仔住伫迄附近，大汉了后看到这所在，哇，这哪无共款？伊走阴阴暗暗，即马诚做一个光明的所在。咱想看卖咧，为做这希望，所以确信就是对上帝要互我做这个所在，有应验无？有啊！这诚做一个宣告基地，这是上帝透过希望人讲话。后来咧，伊上甲希望。带来什么帮助？避免一寡危险啊！拄啊，咱所读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12到13节，伫梦中呢，上帝指示这神上甲卖转去见父王是指示约瑟伫梦中甲伊讲，你就起来，带你的囡仔甲你的太太逃往埃及地，吩咐讲你爱多闪。这是上帝互人避免，伊毋通拄着危险。另外一个是，过来第2项警告警戒。创世纪20章第3节有讲到，上帝阿比米勒梦中伊讲，伊显现啊，你该死啊！你手过来这查某囡仔是人的某啊，是阿比拉罕的某呢。这代志咱创世纪有读到，就知影。这是一个警告。创世纪31章第24节，迄天暗时啊，上帝伫拉班的梦中伊显现，你着爱说你啊，通凊彩威胁雅各。咱知影雅各甲拉班的关系啊，拉班来使用雅各来趁真侪钱啊，但是呢，上帝要讨放。雅各回转去故乡，但是拉班无愿意啊。所以上帝伫梦中启示警告你袂当安尼做。第3项，起造性命。历代志下卷第1章第7节到11节，你讲到上帝所罗门来显现，伫梦中啊，上帝问讲：所罗门王，你要什么物件？上帝啊，我要有智慧聪明来治理你的百姓。其实无求其他的物件但是上帝伫梦中甲伊对话，开始起造帮助伊的性命是有智慧的人。我相信有一个人梦到一块异梦，甚至看到异象，伊的性命开始改变，属灵的性命开始改变。有人得到信心来温书，有人是性命得到改变，更较有听心，更较灵敏，更较有信心。第4项，互人有一个方向。有些梦到要带在考虑要带这玛利亚的代志。其实上帝透过天使在梦中这约瑟来显明。伊讲毋通惊，
你对约瑟来讲，还未结婚就怀孕，这玛利亚应该收掉对无？但是上帝甲提醒，伊怀孕是对信心来的。要生一个囝，你爱给号名叫耶稣啊！不只是甲伊讲你爱娶，你爱号名这囡仔叫耶稣。好，伊这个方向无照原地约瑟伊所想象的，可能就是甲收掉。过来马太福音第2章19节到23节，伊就讲死了后，伫埃及地。主的天使伫约瑟梦中显现呢，讲起来就爱带你的囝、你的太太转去以色列地。后来，主搁伫约瑟梦中指示伊，爱伊导向到加利地区，到这拿撒勒这城市来徛起，这就应验上帝透过神迹所讲的。所以你有看到？圣经明明有记载真侪异象甲异梦啊！你讲啊，牧师，我来拢无明梦着。有啊，你明梦你毋知迄是异梦啊。有人讲啊，这就一般的梦啊，其实毋是呢。上帝透过异象异梦，咱每一人讲话。第5项，得到医治，得到恢复。我讲一个例，有一个人哦。伊时常咧梦一个少女，梦到儿童时代，伊厝边头尾厝内底，这梦境的中间，都一寡邪恶的物件，真恐怖的这情景。时常伫咧梦中梦到这个物件，伊诚做是少女了，伊就我细汉的时是无烦无恼呢，是真快乐呢。咱时常梦到我细汉的时阵。有一个信心，就透过这梦，甲启示讲：你梦到这梦，你会记得袂？你细汉的时，互你隔壁人欺负啊，有这厝边甲伊糟蹋，因为伊真着惊。但是呢，将这物件放伫无意识的无意识的内面，进入潜意识的内面，所以伊早就袂记啊。上帝透过这异梦，甲伊提醒。去祈祷，领受信息来安慰夫妻帮战，得到逃亡，得到医治。以上甲异梦，有啥物帮战呢？加强咱的信心啊！咱基督徒伫这末后的世代，可能你会拄到真济困难甲考验，你会失去信心，失去愿望。但是呢，上帝会透过异梦甲咱提醒。士师记第7章第13节到15节，基甸带以色列百姓，带300个人要攻打米甸人、甲亚玛利亚人，但是因的军队真济，伊就都哪像海边的山遮尔济，是要怎战？300几个人要对抗是无简单。但是呢，基甸到迄个所在，听见伊对着。在边野中间，有一个人梦到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，过入去边野中间呢，弄倒呢。伊是讲哇，伊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做梦啊？这梦中间有一寡物啊，就是上顶的物件。大麦饼代表什么意思？大麦饼因为以色列百姓过去是做田的。佫是送香的人在食物件，这大麦饼是无好食的，较送香人在食，做田人在食，所以伊当阵以色列百姓时常互米甸人抢物件，种物件种好人抢去啊。过了从压迫送香的日子，所以这大麦饼就代表以色列啊。以色列就伊就讲哇，伊伫对伫吼。军营中间有一个人梦到这个梦，甲这个其他做伙做兵的共业的人讲这个代志。伊讲吼，哎呀，这一定是以色列人约阿苏基甸的刀啊！约阿苏的囝基甸的刀啊！无别意思啊！你看连对峙都知影，这上顶做梦的意义啊！所以呢，
基甸听了，因所面望到的就溃烂，有信心赢过因，接受上帝所吩咐的。上帝早就要将这米甸人的军队交伫基甸的手，交伫以色列百姓。伫这世代，我相信咱会拄到真侪困难。圣经的道理每一条都了解，但是呢，你唔知要怎样来行，甚至会沦落。行遐，但是咱恳求上帝，守出咱有一个希望甲意向，赢过这一切挑战。第七项，你去上帝所定着的。咱来看创世纪37章第50到第70，有一摆约瑟做一个梦，将这个梦甲伊兄哥讲，其实因就愈我怨恨伊。伊讲，我将我所做的梦甲恁讲，咱拢伫田内底咧下这麦啊，我所下的这麦啊，突然间徛起来，徛直直，但恁所下的麦啊，拢我来拍败。哇！这听到伊兄哥愈怨恨伊着，但是你也知影，这是上帝对约瑟的启示。有一天，你会成做一个宰相。后来真正创世纪42章第6节，约瑟做埃及的宰相。其实伊的兄哥啊，要讨这牛食来做买卖时，就来到约瑟面前，拍败伫伊面前诶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到16节，讲一个人叫阿那尼亚，阿那尼亚做一个异象，这异象中间主在甲叫，这异象不只有图，还有声音哦。甲讲阿那尼亚就回应讲：主啊，我伫遮。伊讲你爱找一个人，迄人叫扫罗，伊拄仔伫祈祷，这真奇妙呢。阿那尼亚伫祈祷，上帝甲启示；扫罗伫遐远远的所在祈祷。上帝嘛甲启示，但是呢，上帝爱叫阿那尼亚甲扫罗欢手祈祷，互伊恢复会当看见。阿那尼亚甲上帝应话，异象中间应话了。主啊，真侪人甲我讲，这个人是刣你的门徒、你的信徒的人呢。带伊到这个所在我太会当做这个代志为祈祷。上帝讲你。做你去，我拣选伊来服侍，爱伊伫外邦君王甲以色列的中间宣扬我的名。这真奇妙！在异象中间呢，咱虽然无手机啊，但是咧对话敢若手机啊，在对话中间，上帝甲启示，煞尾扫罗、保罗诚做一个外邦宣教的使徒，入去上帝所定着的。对这异象开始，对上帝领受信心来启示开始。第8项，咱来起造教会。旧年蔡牧师嘛讲，咱要定起礼拜堂，真侪人就伫遐讨论啊。起礼拜堂是要起？用什么方法起？意见真多，你若意见真多，意见寥寥，是要起？我讲我的，你讲你的，什么人较有理？我较有经验呢，我较安怎？我较有智慧吗？真侪教会起礼拜堂起圣地拢去变起圣地，起圣地起到要死啊！起礼拜堂是大家讨论这讨论那，你要不要尊重我意见？我意见才是对的。咱来看圣经记载，历代志下上卷。28章19节到20节，大卫讲：这一切拢是根据上帝亲自我指示所写出来。大卫王讲啥？圣帝拿道是上帝启示我，启示了后，伊将这物件所写出来。圣帝的工程要怎样来做？伊吩咐伊的囝所罗门王要坚强壮大，唔通着囝。我所侍奉上帝要甲你伫地，这上帝应允啊！若无上帝应允，若无上帝启示，咱所相信的拢是无共款。
仰望上帝，向咱出声，仰望信心，向咱讲话。咱对上帝领受的意向甲意望拢同款，才袂冲突啊！咱会当做同款的梦，只有对上帝信心来的梦，才是同款的。无你就照家己意思去行，敢毋是咧？嘛有人问讲，牧师啊，安尼即代，安尼这中职拢退休了换这少年的有法度无？会当新接无？那是上帝所应允的，那亲像大比王所讲的：“我侍奉的上帝，甲你同在。”这若是上帝要做的工程，咱透过意象意望会当了解时，咱透过上帝启示领受的时，就毋通软弱，毋通着惊。人的智慧有限，上帝恩典是无限。来第三项，要怎样来去看、去了解意象、去查验这意象甲意望的一寡问题，去了解。头一项，咱来去看这来源是对叨位来。其实意象意望有当时是家己对家己所想象的。人讲日有所思怎样，夜有所梦。但要检验这意象甲意望，咱必须要信心介入伫这中间。那亲像讲方言、还方言，必须要信心介入伫这中间。你会晓讲方言，但是你袂晓还方言，就无法度了解意思啊。你做一个梦，无人甲你解释，无人甲你检验，你这梦无意义啊。那梦意象有三个来源，头一个来源是家己所想象的，家己日时啊拍拼，比如讲要准备考试，拢无时间准备，半暝啊就考试，发现讲0分啊，这是你家己想象的，甲你的意望无啥物关系啊。第二项，魔鬼撒旦来欺骗。我看真侪青少年拢看这恐怖片哦，看到后壁吼，按下毋敢去便所，你知影？按下或者面盲拢惊到要死，迄是魔鬼撒旦的搅了，甲上帝梦无关系。第三项对信心来，对上帝来，就是带来安慰、劝勉、造就，毋是惊吓，毋是捆绑，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。这是对上帝来。你要祈祷讲，主啊，信心啊，这是对叨位来。第二项，圣经的真理，透过圣经的真理来看，你怎样在面梦？那亲像有人有一寡文书，有一寡困难，公务员会领在问题的中间，顺服信心，公务员。伫有闲零应问题中间，就看到异象，甚至讲这个人其他人的代志。那这个代志，甲圣经是违反的、冲突的，这个代志毋免插伊。咱时常讲到，这你所梦到的梦，也是讲我得到一个异象，我有一个感动。这感动的内容、异象、意望，甲上帝真理、上帝真理的原则、圣经的原则。冲突的时，这种代志拢毋免猜，毋免惊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讲，全部圣经都是受到上帝信心来感动所写，对着教示真理、指责错误，拢是有利益的。这个代志拢是对上帝话去查考、去印证。第三项。解梦是对上帝来，咱来看创世纪40章第8节。因在讨论，应该讲，阮两个人拢有梦到一个梦，这是这法老在管酒的、管食面的人在讨论啊。伊讲，阮两个拢梦到一个梦，无人会晓甲阮来解梦。约瑟甲伊讲，
解梦的才能是对上帝所赐的、手赐的，请将你的梦甲我讲吧。咱知影，即摆社会即黑暗的世代哦，真侪人甲你引诱，讲我会当帮你看你的梦，用这邪术，用其他方法甲你解释。甚至有人讲去上什么班、什么班，哦，我有咧帮助，互你知影这你的梦境的中间的意义。对无毋对？有当时一寡科学讲心理学会当探讨人心内底的梦。反映到伊的人生，也是讲一部分，这是无毋对。但是若透过邪术，透过其他方法，无相伫下伫上帝生的方法，绝对袂当去做。你也来到上帝施恩宝座面前啊，讲上帝啊，解梦是你手赐的，请你甲我讲，我的梦是甚物意思？上帝甲你讲上好啊。你可能毋免找其他人，你来到上帝施恩宝座面前，求上帝来启示、来帮助。毋过当然有一寡人，伊特别有一寡文士，甚至上帝互去款的文士，那亲像约瑟帮助法老来解梦，但以理帮助尼布甲尼撒王来讲这异梦的意思。所以咱有当时找这个当工，你要注意啊。你要找到属灵的当间来查验这代志。有时就是找唔到人啊，有时分享伊的遗梦，甲什么人分享？甲伊兄哥来分享啊。伊兄哥气到要死，讲你敢是要捅敌阮啊？有时将家己的梦讲互兄哥来听，只是互因搁较怨恨伊尔定。你要找到属灵的当间，做伙甲分享来祈祷。第五项，安慰劝勉造就。一个异象异梦是带来安慰劝勉造就吗？还是互你惊吓受到捆绑？若是捆绑、惊吓、痛苦、非常忧伤，你要注意，这可能毋是对上帝来啊。第四项。领受异象甲异梦的方法甲建议，咱会大心较无信心充满的祝福，较无信心充满的祝福。拄仔咱所读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17节到18节，上帝有讲：我伫这末后的世代，我将我的心撇落去所有的人，互所有的人哦，你的囝。查某囝要讲预言，你的少年人要看到异象，你的老人会做梦。这是上帝应允的。世界末期就是即马，咱时常可能会拄到真侪困难，圣经代志拢了解，别人的建议敢若拢有道理，但是只有上帝是超越时间、空间，是未来的主宰。咱是讲早知道，咱是想讲早知道就好，早知影就好。但是呢，只有上帝会大心知影。未来只有上帝知影。你要领受异象甲异梦吗？你有较无信心的充满，有信心充满浇灌，信心。愿意拼落来，每一项充满伫咱的中间，咱就有啲较无心，互咱会当领受信心的开啦，互咱就看到异象异梦，会当了解上帝旨意，来宣告上帝信息。第二项，将异象甲异梦小写落来，记录落来。咱来看创世纪37章第9节到11节。约瑟做这个梦啊，伊甲伊兄哥讲了后，伊甲伊老爸老母讲，老爸讲，伊老爸甲骂啊，你是梦到什么诶？阮的全家问你拍败吗？约瑟兄哥非常怨妒，但是呢，伊老爸雅各就是一直想这个代志，一直想这个代志哦。我讲，你有当时做异梦哦，梦到啥，紧写落来。
通常是做梦，就是还未醒过来进前会做梦，你知？迄拢会记得对无？还未醒过来进前，上帝将这个梦放伫你心内，这遗梦你要写起来，那参像雅各放伫心内共款。有当时你念伊都袂记哦，你无写了后念伊都袂记。啊，看到异象异梦了，你还去问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三，毋通凊彩甲人解释别人异梦甲异象。你拄啊接触这异象甲异梦，讲哇，你听牧师讲有异象异梦，你开始别人解释哦，毋通凊彩甲人解释这异象甲异梦。甚至有人讲哦，我的观念才是对，你这这个梦一定是什么意思？你一定做什么歹，甲人定罪啦！啊，你爱悔改，这个梦就叫你爱悔改，莫骄傲。毋通凊彩解释。啊是讲看到这上帝的物啊，讲一定是什么意思？毋太过骄傲啊！其实梦境的中间的意义，这上帝的意思，是甲咱每一个人的文化有关系，你的出身有关系呢，你的经验拢有影响咱上帝意义无共款的。古早人结婚台湾人是穿红衫对无？啊，西方的穿白衫，拢是结婚啊。迄色彩就无共款啊，较毋是咧，迄观念就无共啊，表示的意义无共，所以伫梦中所看见的，你袂当黑白来解释。第四项，爱甲属灵的同工分享你最近的状况。可能是你的情绪顶头、身体顶头、属灵的光景拄到什么款的困难，还是你最近面对什么款的难题，你互同工分享做伙来祈祷。我举一个例，有一人梦中，伊情绪，伊就梦到伊过身的这亲戚，时常走入去梦顶的中间。伫梦到啊，伊甲伊的同工分享伊所梦到的梦境，甲最近拄到的困难。伊同工听到这话来去祈祷，讲哇，其实是因为你忧伤、艰苦，为着别人的缘故，你毋敢表现出来。你虽然真忧伤艰苦，无表现出来，无度过这忧伤痛苦的日子，迄种时间啊。这时间还未通过，你就讲我无代志啊！这个别礼拜落了，其实你永远在痛苦中间，你家己毋知影。伊同工该提醒啊，因着伫遐做伙同心祈祷，做伙祈祷求上帝帮助，后来伊的情绪、伊的性命得到医治甲头棒。上线要提醒，就是爱祈祷。你梦到一个梦，看到一个异象，你爱祈祷，问上帝啊！这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？梦中的人、代志、甲物仔，拢代表有一寡意义。大部分异梦拢是透过人、这上帝的代志、物仔来表现一个意义。梦的长甲短，毋是关键，是伊内容要甲你讲什么意思。这才是关键。那参像咱唱诗歌，迄诗歌的意义要表达出什么意义？诗歌长短毋是问题，是你歌词中间的意义啊，表现出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举一个拢来讲吼，你旅行的，咱有旅行的经验对无？你去旅行中间你敢会走毋着便所？查甫一定走去查甫嘛，对无？是不是啊？毋出国，应该拢看过吧吼。啊，去走便所的时候，你看，这查某应该是画一个裙嘛，毋是看英文你可能去个是其他的语言，你看无的啊。咱袂走毋着所在，为什么？啊，就看裙，一定是查某的嘛。啊，这查甫的嘛，看就知影，这上顶的意义啊。我跟你讲，只有信心，只有上帝知影。这所有的意义对理解人有什么意思？你上帝
信心内面所看到要表达出意义，只有上帝上界清楚了解。求信心帮咱们会当了解意象中上帝的意义，互咱入去上帝旨意内面，咱就会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特别上帝主，阮感谢了你，互阮少年教会设到110周年。愿上帝你永远出声，互阮领受上帝来开力，互阮有上帝信心来开力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旨意，行伫上帝心意中间，无论的无条件，以主你必定甲阮同在，甲阮伫地。祝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。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